Hello 大家，我係 Strive Fitness 小李，咁歡迎到今日嘅我最喜歡的動作。咁今日呢個動作咧就會主要針對手係叫 curl to press。咁呢個動作係好簡單嘅啫，我會攞一雙啞鈴，咁咧我會做一個 curl， 反個啞鈴，然後向上推。咁呢個動作係練啲咩啊？呢個動作係練二頭肌啦，呢個動作 curl 就係練二頭肌啦。反嗰陣時咧，我推嗰陣時咧就會練膊頭。落翻嚟，基本上咧係練成隻手。咁我點樣可以改變呢個動作，令到佢難啲咧？我首先做個 curl press。如果我想全身啲咧，我就會向後做一個 lunge。記住要做每邊。咁記住我推個啞鈴向上嗰陣時咧，保持喺上面，我係會練埋個腹。咁我做多幾下俾大家睇 ，curl press curl press， 好向後踏咪1、2，記住一定係要收緊個腹去向後踏 curl press lunge lunge。OK， 基本上係咁樣。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，唔係需要好多範圍，我建議大家可以做3組，10至12下已經好足夠啦。大家加油，下個禮拜再見。